第4階段呢，喺2007年，當 B 同埋 C 嘅女兒出咗世之後，由於佢哋所住緊嘅地方係一間舊唐樓嘅閣樓，單位入邊嘅通風不良，所以根本上唔適合去俾幼兒去生活同埋成長。所以當突然之間有地產經紀上門接觸 B 試探有冇機會去收購 B 同埋 C 所住緊嘅單位嘅時候，佢就趁機賣咗佢哋呢間位於港島中環嘅單位，跟住去租住九龍西一個新屋苑嘅單位作為佢哋一家3口嘅新居。B 同時答應 C 唔再好似之前咁亂咁使錢去買一啲音樂器材，同埋都應承 C 會努力轉型去做一啲收入比較穩定，而錢亦都比較容易去賺嘅音樂工作，唔會再去投入嗰啲好似當年為咗推出謝小姐嗰張出道大碟嗰陣時所做嗰種長期投資，但係長期收入無望嘅音樂項目。但係嗰一年嘅年底， B 因為有一個好朋友嘅介紹而認識咗一位 B， 認為係香港流行樂壇近50年嚟難得一遇嘅天才全能唱作男歌手 F， 因此 B 直言就開始準備新嘅計劃去扶植呢一位歌手。 B 跟住就用咗賣屋所得翻嚟嘅一半嘅錢喺尖沙咀邊皮嘅商業區度租咗一個單位，同呢位新歌手 F 一齊建立咗一間 project studio， 而呢位天才歌手自己亦都投資咗唔少錢同埋心血同 B 一齊去營運呢一間錄音室。但係音樂生意，尤其係去營運一間錄音室所需要嘅流動資金，同埋喺娛樂圈嘅脈絡極多，所以喺冇幾耐之後，錄音室就因為喺經營上面出現咗好多問題。而當中最主要嘅問題就係因為 B 由頭到尾只係一個識得去做音樂製作嘅人，而完全欠缺咗去營運一間錄音室嘅商業知識。而 F 本身亦都只不過係一個法律界嘅新晉大律師，佢亦都對一間錄音室嘅運作同埋營運毫無經驗。B 建立呢一間錄音室嘅動機，只係純粹為咗去製作 F 嘅出道大碟，所以最終就算 F 好努力咁去嘗試營運呢間錄音室，最終亦都難以避過錄音室倒閉嘅命運。而當錄音室關閉嘅時候， F 嘅出道大碟基本上經已完成。然而由於生活嘅關係，冇幾耐之後 F 就翻去佢嘅法律專業上面發展，而 B 亦都繼續佢嘅音樂工作。喺跟住之後嘅幾年， B 由於唔識得新一代嘅唱片行政人員，唔識得同佢哋交際同埋幫自己宣傳， B 嘅家庭經濟環境漸漸開始變得困難。而喺再過多冇幾耐之後， B 就爆血管啦。第4階段，南方歌曲車毀人亡 Cadillac Lovers， 所講述嘅就係 B 嘅人生喺好多不可預期嘅意外發生之後，再加上自己由始至終都只係一個只識得做音樂嘅天真藝術家，而完全冇去維持一頭家嘅經驗，所以一切本應該係好美好嘅事，俾佢搞到逐漸墮入黑暗同埋不可逆轉嘅境地。再加上佢對自己健康嘅不善管理，所以最終令到自己同埋心愛嘅人都一齊跌咗入去人生嘅深淵。而女方歌曲所託非人 In Wrong Hands 就係講述 C 喺 B 之前所同佢講一切大嘅願景同埋夢想破滅之後，終於發覺其實自己嘅人生所託非人。沉默是不可說的錯，是故作安慰。明白是傷害和受苦，不可以原諒我。從前的不可挽回，如江水向前，沒有滯留。不懂愛是否只會縱向絕泥，無回力再閃躲。如今無從回首，不能留，時光年年流逝，莫怪天。如此夢幻似風似出路，就難一合車繼續去衝。如今是誰回憶也回眸，狂哭狂搖無用別怨天，是我不懂去珍惜你。是非一半的錯，大錯已鑄成，無能力將事情逆轉，傷心已無力挽。從前的不可挽回，如江水向前，沒有滯留。
得到愛是否只會衝向絕崖，無力再閃如今無從回首，不能留。時光年年流逝，莫怪天。如此夢幻似風似絕路，就忍一刻請繼續推送。如今時常回憶也回眸，狂屋狂言無用，別怨天。是我不懂來珍惜你，我已觸摸這心眼，尋晚風消失的回憶，無論對錯已經不可追悔，要改我已恨嗎？要問這是錯嗎？想不出究竟，其實我已像快車中行散。如今無從回首，不能留。時光年年流逝，沒法追。如此夢幻似風似絕路，像眼一刻這繼續去追。如今時常回憶也回眸，狂哭狂言無用，別轉折。是我得志配角。不急躁，緣並非妄念，情是一首輕快步韻的舞曲。緣是天想事，但人另有生死，期望那天緣分的終點會可共你相見。我記得曾話過，若有天你我分開7000里，路途中更無觸摸，只靠心中所發出的一些小電波，你會披星戴月來找我。若愛不需強求，能緣便會將你帶給我，是我的便當交給我，沒有刻意地去找，不要傷痛地去等，你會在門邊等我。如若你是明白我，話語別說太多。明白我，定會漸覺得談談沒意義，期待你用誠意為追我。是愛不需強求，良緣定會將你帶給我，是我的連單交給我，沒有刻意地去找。
話盛世貪戀那一切，實際地為家減傷。